係睇緊怪談啊，好有陰陽路 feel 喎。唉，7月流流先嚟玩 Cyber Feel，咪出事咯。港姐10強誕生啊！直播爆粗悶到震。10強尋晚終於誕生啦！入圍分兩批嘅，一批就話電視觀眾投票選出，幾多 percent 呢就冇講啦，幾多人投又冇講，真係好民意吧。另一批就由星級觀眾選出話，喂女喂，點解入圍唔知，有咩才藝都唔知，唉，咪即係小圈子啦。準決賽轉玩6幕 crossover 直播，現場觀眾冇啊，才藝表演都冇，考你急才亦都冇，大家都唔知發生緊咩事。最搞笑係直播嗰時，佢讀嘢讀埋一齊，變咗講粗口，最終佢都冇份入圍。佢入到圍嘅，竟然係話唔多知自己有咩優勝之處。而負面新聞多到爆嘅牛，除咗入圍，仲拎埋友誼小姐，佢就話入咗圍都阻止唔到你哋繼續爆料啊！